來關心南部地區這幾日落大雨停啊，但是你看這個高雄市茶山這個路面啊，煞種逼甲這麼嚴重，這逼順啊，差不多幾公尺，50公尺這麼長，因為下骹的這個土沙攏去予雨水沖走去啊，可能隨時會安尼來出落去。即馬趕緊的用這個圍來圍起來，邊仔敢會當徛倒擺，所以hàng住這個山頂的民眾啊，你若是要出入，非常的無方便啦。高雄高山的茶山大路有一條真大條的壁船，幫塔的路段超50公尺長，為山位為崩塌，為個小可鋪起來，嚴重周圍的這段路起起落落，哪未熟悉樓梯。我們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這樣。這個場景，後面將看到會驚，相關單位緊急封路，禁止汽車通行。居民要上落山，敢來當徛奧德拜單向通過。這個地方剛好是那個山泉水的大出水口。哦。山泉水口，讓它水量大的話，它會往下衝，把裡面的那個泥土都掏空了，自來水也壞掉了，還有那個垃圾也沒辦法清運了。山上裡小孩、大老人比較多，生病的話也沒辦法，只能騎車下來。連續拼過6天的大雨，造成山區的土石流失。茶山大路的道路粗超50公尺長，公務單位趕緊管制交通，安排今日緊急搶修，預計30工作天完成。高雄甲線台20線8分線路段邊坡也出現崩塌，大量的土石一直衝落在路邊，造成雙向的道路無法度通行。公務單位調派機械進場搶通。岡山的文山工業區路邊也有幾粒空窟啦，大雨了後，大車剛剛交過，規條路攏了逼巴。這一直在考掉電用，啊若無話，你擱又擱落雨來，嘛是同款。大雨連續上過6天，對市區到山區攏出現真濟災情。